讲台语当就是咱愈来愈重台湾味。来看这部是改编自这作家郑清文的小说《清明时节》的台语舞台剧。什么叫做梨花思想？就是知你叫什么哩。秀卿发现家己的翁非常有外缘，这出以台湾1960年代为背景，翁仔某之间外缘为主题的台语舞台剧，是日根剧团导演吴念真为作家郑清文的小说《清明时节》改编的同名舞台剧。吴念真讲，观众通为戏出当中看到每个人拄到人生难关的时阵，是安怎做选择的。这一个呈现的过程中，每个观众可以从戏的某些细节里面看到，也许跟自己的此刻的心理状态，或者某些人生疑惑，产生共鸣。故意整个好大的人家，你跟着黄老师那么变啊！我，谁你跟你们都可以开个。戏出当中演女主角秀卿的演员张玉燕是头一摆演台语的舞台剧，安怎展现迄个时代的台语开口是伊伫这出戏当中上大的难关。我们这个戏的那个台语的那个味道跟腔调，跟一般你打开电视剧看到的什么连续剧啊、8点档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台语每个字我也都能说，但是能不能说到那个味道？莫该查某倒，莫该查某倒。这个东西，那两字意思差太多了。台语的7声8调，无共调就有完全无共的意思。张玉燕讲，虽然过去演过台语的8点档，但是凭这摆的舞台剧，安怎演出正港的台语味，确实是新的挑战。记者郭文利用台北报道。